国际上一条上新的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埃及的官员表示，以下的停火谈判无通伫个在解过进前讲出一个结果。也那哈马斯是要求除非是全面停火离开加沙，那无就要甲这个临时放互出来。也那以色列是要求讲，爱甲这还阁活落的临时名单全部拢交出来。 离穆斯林在解嘅开始，也就是达成协议嘅非正式期限，剩无到一礼拜。做中人嘅埃及讲，以下停火协议讲了3天，也无突破。哈马斯讲，除非以色列结束进攻，撤出加沙，并且释放大量包括被判无期徒刑嘅高级武装分子嘅巴勒斯坦犯人，若无要叫哈马斯甲手头顶嘅100位人质，大约30位人质嘅尸体讲出来是免讲。 إلا بوقف دائم لإطلاق النار لا يمكن أن تتم قبل أن يتحقق كل ذلك. 埃及嘅协调官员讲，所来几天将会就哈马斯嘅提议甲以色列讨论。哈马斯代表抑阁留伫咧开罗等回应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拒绝哈马斯嘅要求，讲会战斗到底。有一位以色列官员私底下讲，以色列意愿伫咧等待哈马斯交出一份抑阁活掉嘅人质嘅名单，抑阁正伫咧等嘅人质犯人交换比例是偌济。 哈马斯官员被问到是毋是有这份抑阁活掉的人质的名单时，阵讲，这甲谈判无关系，以色列是想要提这做少靠来谈判。Well, there's got to be a ceasefire because Ramadan. If we get into a circumstance where this continues through Ramadan, Israel and Jerusalem, then it could be very, very dangerous. 美国对哈马斯是毋是真正希望达成协议感到怀疑。国务卿布林肯找过伫咧华府甲卡达总理穆罕默德见面时阵就讲，这嘛正是哈马斯决定是毋是要停火时阵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